要陪伴我的孩子，让他快乐的成长。認真嘅容啊，專心嘅無心，竟然就係圖貴少3年生嘅林明文，老阿哥拿起學校長款嘅新書，分析第一圖。天氣如期待開學嘅容啊，不禁東南想想，你將佢一張熱錢，結果經過咧白白水災。我想跟他們說，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你們了，我希望我們又可以開始一起玩。有怕見不到他們。可能簡單嘅問題，資產團體不給新書包。雖然講唔係動獎，不過2-3年都已經動滿足咧。是按樣按曉得，本作單親媽媽嘅賴淑珍也持到當安慰。就算底下貴婦時沙是將內地太弱2-3片嘅舞蹈，不過賴淑珍講，就算生活很難苦，然後本生日有隻快樂嘅開學日。按曉上啊嘛，迄去做新節公園講，按曉上我來做嘢嘅，按講來嘛是做國球嘅啊，唔兼辛苦啦，是兼無水條好作為啦。從了解人按樣嘅齋通，但係係家動貴少已經學校是太咗有60改變呢，佔總學校嘅因素1/5。為咗提升齋通重建心理，學校方面也已經規劃咧，喺開學過後嘅第一禮拜而投入普通工作。按照年級，因為畢竟他們的心智年齡不同，按年級，每一個年級或者是一個年段，會做3次的個別的輔導訪談，然後我們大團體的部分可能會安排2次的一個團康的遊戲，來疏解一下他們這方面的壓力。就算溫毛咧、書房咧，不過先生講，學校做啲 rookie 開學，幫學生啊做啲腳掉恢復正常嘅生活。就算損失慳拿到嘅錢，不過看到學生啊天天嘅笑容，從而就看到了希望。下個新聞7分之田淑珍喺屏東嘅採訪報道。